喺中國嘅射擊界，除咗坤哥之外，有一個響當當嘅名字田雄教練，帶出咗3個頂尖冠軍嘅佢，最近因為走私武器罪，俾北京嘅法院判咗10碌有期。根據一審判決書記載，田雄通過喺廣州，即係我哋地頭啦，開立嘅公司，伙同同樣係世界冠軍嘅佢個仔傅義涵，用隱匿、謊報品名或者叫阿親生仔人肉帶回嘅方式，喺境外走私進口咗2400幾件槍支嘅配件，主打一個客戶有需求，我哋有渠道，就係售後地點可能喺公安局嘅啫。所有配件都賣俾國內射擊運動單位，僅喺競技領域使用，冇流出私人市場。田雄通過走私8年，賺咗大拿4皮幾嘢，平均每件零件咧賺15蚊，快遞費嚟㗎係嘛？更似係提供緊一種保本微利嘅行業物流服務，而非以牟利為目的嘅大規模走私。網友就戲稱用4年時間去天橋底執嗰啲塑料樽啊，都唔知揾呢個數咧，陰公。外國軍火商真係聞者傷心，聽者流淚啊！坤哥話田雄教練50幾歲正係闖禍嘅年紀，呢一行業競爭最大嘅對手唔係其他更廉價嘅走私渠道，而係國家、公安、海關、海警組成嘅國家隊。國家隊咧就唔打價格戰嘅，人哋直接打殲滅戰。到底係咩原因導致一個堂堂國家級嘅教練要以身入局，去將呢啲鋼鐵手辦拆件送返嚟，使命必達呢？隨時物流顯示海警簽收咗嘅喎，賺住奶粉錢，操住白粉心，賺15蚊件咋？你玩命咩？呢一個世界就係有種人，佢覺得有啲嘢必須有人去做，罪在當代，功在千秋，就係呢挺人嘅啦，完全稱得上係為我國射擊事業奉獻生命同埋自由嘅奉獻型犯罪啊！根據田雄佢自己講述，佢冇走私嘅故意，國產運動槍支精度太差，而境外配件嘅購買審批流程又太過繁文縟節，冇辦法滿足訓練剛需。因為高水平競技隊伍裏面嘅頂尖運動員職業生涯好短，所以佢哋對於配件嘅需求非常緊急。如果通過合法嘅途徑申報，流程繁瑣，等1-2年蚊都瞓啦，足夠耽誤一個運動員最黃金嘅時期。而更為關鍵嘅係，聽講國內只有一間獨家村公司有進口競技槍支配件嘅資質，就係大名鼎鼎嘅華興公司。而點解國內咁大嘅需求，只有佢一間公司有資質進口呢？嗱，問得好啊嚇，唔係一個謎嚟㗎，因為國家管制類物品只能夠特許經營。呢一間公司咧係國家體育總局裝備中心嘅全資子公司，即係疑似係嗰啲咩依靠血緣啊同埋性傳播啊作為任職條件嘅企業。仲有一啲唔要命嘅網友話將華興嘅採購價同埋田雄母子嘅銷售價做對比喎。嗱，講緊你啊嚇，田雄事件呢，不禁令人聯想到跳過中間商，唔俾中間商賺差價，你用4皮嘢去招呼人哋4000萬嘅利潤，唔做你世界做邊個啊？我想講呢，呢一個射擊世家嘅跨界生意，搭建咗一條業內嘅配件特快專遞，終點站卻係監獄嘅高牆。喺法律嘅賽道旁邊冇所謂嘅應急車道，就算你開嘅拯救行業運動嘅救護車，法律角度看待都係論跡不論心。喺法律嘅天平上面，善良動機唔等於主觀無罪，結果無害唔等於行為合法。攞幾多工資做幾多嘢啦，大佬！呢一個案件最大嘅諷刺係在於，佢揭露咗一個法律嘅系統性困境。一方面對槍支，就算係運動器材嘅嚴格管控都要必須堅持，呢個係公共安全嘅底線。另一方面係專業體育訓練對於高效靈活嘅需求保障，亦都係客觀現實。我哋既要守護社會嘅平安，亦都要托舉運動員嘅夢想㗎。我哋律師唔提倡用違法嘅方式對抗落後繁瑣嘅制度，但係法律嘅滯後性就體現喺度，永遠都需要用個體嘅犧牲先可以成全制度嘅完善，可悲至極啊！關注我係江律師，你會幸福㗎。